周身骨痛，千祈唔好亂咁去按摩，小心追悔莫及。其實好簡單，記好呢一招。好多人呢，一有疼痛啊就出去按摩，但係呢，務必要謹慎，尤其係有頸椎病、肩頸疼痛。如果按摩得唔規範啊，不但只緩解唔到呢啲疼痛啊，嚴重嘅話咧，好可能咧會導致癱瘓。中醫咧認為啊，疼痛咧多數同呢個寒濕阻滯同埋氣血瘀阻有關。咁喺西醫個角度嚟講咧，就係肌肉嘅勞損同埋關節炎，或者咧係啲神經嘅壓迫。咁如果按摩得唔規範嘅話咧，佢可能咧會加重啊軟組織嘅水腫，甚至啊誘發脊髓嘅損傷。其實咧唔使搞到咁複雜。如果想將呢啲風寒濕咧趕出人體啊，最需要嘅咧就係對症用藥。大家咧不妨記好呢個醫生自己都喺度用嘅5重腫痛丁。佢咧就係由買麻藤、松樹北、五味藤、透骨香呢啲中藥咧組成嘅。佢可以活血散瘀、消腫止痛、驅風祛濕，細細咁一樽仔啊，應對周身上下多種疼痛。即係無論你係肩頸定係背痛，定係腰腿痛、膝頭哥嘅關節痛，定係咧好似咧風寒濕痹引起嘅風濕骨痛，都可以用佢嘅。平時咧邊處痛就噴邊度。對比啊嗰啲盲目咁樣出去按摩貼各種五花八門嘅藥膏咧，佢咧就又安全又方便。大家記低未呢？